来到哥林多前书第8章全章吼，其实伫保罗的教示内面，第8章伫讨论的议题是咱基督徒常常有接触的，嘛常常提出来讨论。毋过今日我试看卖啊，要搁加看一个角度吼，所以咱手台摕今日摕圣经，无论你摕。这一款版本的圣经吼，今日我要带各位兄弟，咱要来看一个无共款吼，可能一个加添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吼。一开始经文讲到讲，论到这五常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。好，先停伫遮，搁来看，这是第8章第一节吼。要请恁来看第8章第7节，总是人。无拢有即号知识，无保罗是咧讲啥？第8章第1节，保罗讲论到这五常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。下面就开始讲倒一个知识，就是咧讲拜五常的祭物，祭拜五常的物会当食袂当食，讲拢有即个知识。毋过到第7节。保罗佫讲一句话，讲总是人无拢有即号知识。保罗是咧讲啥？到底是有还是无？有没有？咱是有看到我咧讲的所在无？哥林多前书第8章，我请咱大家看第1节。保罗一开始讲论到这五常的物，咱知咱。拢有知识，我们都有知识，有关这个这五常的物会当食袂当食，咱拢有即个知识，毋过论到第7节的时阵，保罗佫讲一句话，讲总是人无拢有即号知识，到底保罗的意思是讲有啊无？有。伊讲头前是咱拢有呢，即马下骹佫讲无拢有诶，是头前有啉酒，后面佫醒起来是无？什么意思？介好，伊诶看法是讲头前咧讲我们是基督徒，即马后摆讲人可能把变成是所有诶人。介好诶想法，毋过咱若较读咧，就知影，伊即摆咧讲诶拢是咧讨论伫哥林多前书，伫哥林多教会遮基督徒。其实这个看法很好，毋过其实咱若看文本，保罗抑阁是咧讨论诶人，拢是咧指遮基督徒是哥林多教会基督徒，佫毋是正教会哦。即摆是咧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，所以遮人嘛是咧指哥林多教会基督徒。我是安怎要提出即个问题，就是有当时咱看圣经，会去看毋着意思去吼。其实即个情形伫哥林多前书一直出现，其实伫耶稣的教示里面嘛会出现吼，就是讲保罗一开始讲的迄句话，毋是保罗讲的，因为这是批保罗咧写批咧回答哥林多教会基督徒。写互伊个批的问题，所以即马保罗要回答即个问题，伊先甲问伊个人讲的话先讲一解。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很重要，毋过咱一直无发现。后来的学者，圣经的学者才认为，前面的英国圣经翻译的时候，无去注重这件代志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迄句讲，我们最熟，咱伫哥林多前书上说的一句话，就是讲。凡事都可以行，来咧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咱拢了做这规句拢是保罗讲的对无？毋是。保罗的意思是讲，恁讲的，你们说凡事都可以行，引号引起来。毋过我要甲恁讲，但怎么样，不都有益处。尼凡事都可以行是谁讲的？伫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写批来的时阵所问的啦，就是讲阮教会遮较有才捌的基督徒拢讲
凡事都可以行啦，安尼是对唔对？哦，保罗的回答讲啥？凡事都可以行，还是恁讲的哦。不过我要甲恁提醒，但是怎么样，不都有益处。表示讲，保罗是不是认为凡事都可以行？无，保罗无讲遐死，伊无认为凡事都可以行。这个凡事都可以行是上讲的，是恁哥林多教会遮有在捌的基督徒讲的。保罗可能没有直接去否定这句话，啊，毋过保罗要讲的，这毋是我讲的，这是恁讲的。这嘛共款，论到这五常的美，咱知咱拢有知识，好，咱拢有知识上讲的，是恁遮的哥林多教会较认为家己有知识的人讲的。啊，这拢知嘛，咱拢有这个知识啦。这摆五常的美会当食啦，会当食，这是应该有的知识。啊，毋过保罗讨论到第71，就是要讲，总是人无拢有这个知识，这才是保罗讲的。这样有没有清楚伊的脉络？咱若有清楚伊的脉络，我该学落去，咱就清楚。有时候我们是误会了保罗这一段的教导吼。好，咱直接进来，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那个办公室主任跳得很快。好，来进去哇，我的 PowerPoint 哦，我的 PPT 咧，没，好，谢谢哈。来，这一开始讲，咱知咱都有知识，啊，保罗就开始骂哦，伊讲知识会递到主歌。那是人嘛会建立德行，所以知识使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你若安尼念落来，你会不会得到一个结论？注意看，你讲知识互人自高，啊毋过干那听心会当造就人，是不是有一个结论变成哇叉叉怎么先跑出来了？变成说知识不重要，爱心才重要。会不会有这个感觉？哎呦，各位小姐，你们是醒了没有？来，醒了，我们再看一次。他说：“知识互人自高，知识互人自高，干那听心会当造就人，这是较重要。听心较重要嘛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直接认为保罗在教导什么？知识不重要，听心较重要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个读法。所以咱基督徒常常有这款的表现，什么款的表现？就是讲，咱这无讲道理的，干那强调咱在听上帝。然后我们会轻视知识，我们会贬低逻辑。我就常常被人家问：“陈牧师啊，逻辑会不会让你得救啊？”财目会当互你得救袂？神学会当互你得救袂？逻辑会当互你得救袂？重点毋是这啦，重点不是在这里。保罗伊的重点嘛，毋是咧讲毋免讲道理，不用论证，有听心就好。保罗的意思毋是咧讲这。其实保罗的意思是咧讲啥？恁讲的，咱拢有这个财目。毋过我要甲恁讲哦，有财目就爱个安那，大家有听心啦。什么意思？有知识很好啊，毋过你只有知识的时阵，你摕你的财目来，互你家己骄傲自高，你轻视遮的别人，表示你是无听心的啦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讲，拜托的，恁得要有听心来展现你的财目，安尼理解较是比较接近保罗伊本来的意思。其实希伯来文化常常有这款的讲法，他会伊要讲 A 较重要 ，B 较无重要的时阵，伊会讲 A 好 ，B 无好。
啊，毋过伊本来意思毋是咧讲 B 无好，伊是要甲你讲 A 是主要的 ，A 较重要。你若有 A， 请你好好发挥你的 B。啊，你若无即个 A 吼，你干那要惊你的 B 会出问题。这是保罗的重点，吼。所以伊的经文，伊开始就讲啊，伊讲人若拍算伊有所在就是伊还袂照所应该知，就是讲人若掠做已经拢有知识做明白啊，安尼意思表示其实伊个也毋知的啦，吼。所以伊要用食祭米、食祭五常的米来做一个例啦，吼。所以用食做五常的米来做一个例时阵，咱真正爱后段若有读落吼，要问各位兄弟一个问题，咱有读到无吼？保罗安尼若甲讲落了后，保罗认为倒一款的讲法较对？各位兄弟，我来个问一下吼，互恁回答我一下。我已经不问你们问答题了，即摆若要问问题都要问选择题吼。问答题你拢无人要插我。好，来选择题，保罗到底认为倒一个是对的？是会当食祭过五常的米，还是袂当食祭过五常的米？伫保罗的想法，保罗认为倒一个是对的？两个都对。保罗那个最后的结论可能是两个都对。两个都对，要看是什么对象。什么款的对象？就是我今日要讲的讲道嘛，是要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甲你台湾基督徒的现象，可能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现象无共款。这点嘛是咱读圣经无定去想到的代志，好，哪一个才是保罗的意思？咱会当来看嘛。保罗伊的论证是咧讲啥？伊讲，咱知上帝独一个，无别的上帝。好，然后世间是无影的，就是讲遐个五常伫世间是无影的。好，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40后面第4、第5节，保罗讲五常伫世间是无影的，另外咱知影上帝敢若一位，无别个。保罗要讲的意思是讲，基督徒你若认为五常伫世间是无影的，你若认为上帝伫世间是一位，无别个，安尼，这食米来祭拜这五常，对你有关系无？有关系无？无关系，这是无要紧的代志。所以其实保罗伊在论证的时候，在论这件代志对还是毋对的时阵，保罗伊认为倒一个较对？可以吃祭拜偶像的东西，这个想法是对的。所以保罗毋才有第7节。伊咧讲啥物话？总是人安怎？无拢有即号知识啦。听我的解说无？他一路论证下来到7节，其实第6节的结论，保罗是认为讲，若要照安尼来论证、来辩论，食拜这五常的米是通食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毋过第7节告诉你，总是安那。总是人无拢有即号知识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讲得通。这是保罗的提醒，你毋通掠做所有的人拢甲你讲道理啦。基督徒的特色就是无爱讲道理啦。这保罗讲的，毋是我讲的啊，是讲毋是人拢有即号的知识嘛。恁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爱看清楚，恁遮较有知识的，你毋通掠做所有的人。拢会当讲得通，所以保罗要重点才是这里。既然毋是人
拢有即款的知识，安尼要安怎处理？所以你虽然会当食迄个祭拜偶像的物，毋过无代表你这基督徒应该理直气壮的去食。这才是保罗要处理的问题。所以好多王长老讲，两个都对，好，这才是后面要讲为什么两个都对，可以吃也可以不吃。好，就是我要先厘清保罗认为伫财物的基础，基础，什么叫基础？在知识的基础上，伫财物的基础顶面来看，食祭拜偶像的物是通行的，是可以的。不过保罗要提起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，即摆在讲哥林多教会，毋是所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拢会当有即款的财物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有即款财物的基督徒，当你要食的时阵，你毋通认为你会当理直气壮、毫无顾忌的去做即件代志，因为伫你的四周围，抑阁有侪你的兄弟姊妹无即款的财物啊。当因无即款的财物的时阵，你有即款财物的基督徒，你要安怎甲因好好和谐来过生活？这样有没有听懂保罗的意思？就是保罗咧讲的是讲，什么叫做基督徒？你可以理直气壮去吃呢？因为保罗才认为讲，会当食祭物、祭拜过偶像的物，这是你基督徒一款的权利，还或说是自由。今日我的题目今日我的题目是啥？你看汉字本圣经，煞拢看无伫对，你知无？好，第9节就是我今日的题目。其实我讲这个题目拢是为圣经甲扩出来的就是讲，独着谨慎，行了恁即个悬最软正的人的脱界。介有趣味咱的汉字本是翻做行了恁这个权，就是你这个权利，会变做是软正的人的脱界。你若看和合本圣经，也是讲和合本修订本，伊毋是翻做权，它不是翻做权利它是翻成什么？自由。害怕你们的自由会让软弱的人跌倒。到底这个是你的自由啊，是你的权利？各位兄弟，你会当食迄个祭拜偶像，基督徒你会当食祭拜偶像的食物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也是你的自由。自由、权利，其实若翻做权利是更较强的，又更强了。认为这个是比较笃定的，翻成自由意思也是一样，就是讲，基督徒，这是你的权利甲自由，无人会当指责你。当你食祭拜偶像的物，是无人会当指责你的，因为这是你的权利，嘛是你的自由。这是你的权利甲自由，是建立伫你知影。这个偶像无算啥物。第二，上帝是安那独的真的上帝。这是基督徒，你若是有这款的财物，偶像不算什么。上帝是独一真神，对你来讲，你就是有这个权利，有这个自由。这是保罗的意思。不过保罗的要求是啥物货？当基督徒你要运用你的自由，也是你的权利的时阵，请你就要去体谅别人的软弱。这个才是保罗对这个教导的核心重点。即马这个教示，毋是咧讲会使，也是袂使。
即马即个假释是讲，你有即个权利，你有即个自由，啊，毋过请你着爱去体谅你四周围的人，伊的软正。我讲到遮有清楚无啦？虽然我是用台语讲，哈，讲到遮有清楚无？若有清楚，我毋知要进入咱较无去思考即大经文的问题。好，我要确保各位兄弟，咱有到遮我有讲清楚，你们有听懂我咧讲啥物货？各位兄弟，你们毋通有一个错觉吼，讲达无师讲的吼，你若听无是你们毋对，毋是我讲的物件，你若听无是我的毋对，我该了解吼。所以我一直要问讲，我有讲清楚无？那咱经文到遮有讲清楚，我才要进入下一个。我认为咱咧看哥林多前书第8章，较无去思考的问题。好，我再讲一遍。下到第8章到遮进前，要讲一个介重要的道理，毋是讲财物无重要，是讲在伫疼心的基础来发展你的财物，来显现你的财物。哥林多教会有出一个问题，有一寡做有财物对神学做捌的人，因在开始讥笑、耻笑迄较无财物的人。伫信仰的行做的时阵，绑手绑脚，遮个较有财物的人，因真正认为信仰所带来的是自由，互因的生活，互因的性命对迄个压制内面透放出来，因毋免搁惊这惊迄，因知影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因知影这偶像无算啥物。所以因袂惊这惊迄，因认为讲，若要真做基督徒，就是一个自由出来啊！咱只要是倚靠上帝，咱知影上帝是独一真神，咱毋免惊这惊迄。这是哥林多教会遮个较有神学财物的人认为的。保罗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保罗嘛是认为因的神学的财物是对的。是对的，因为保罗嘛支持，这个偶像无算啥物，上帝是独一个，所以保罗认为因的主张是对的。毋过保罗要提醒，哥林多教会恁遮神学较好的人，恁爱知影一件代志，毋是所有的基督徒拢有即款的神学的财物，所以恁毋通掠做，当恁咧食即个。祭拜过偶像的物的时阵，恁会当肆无忌惮，恁会当理直气壮。就是讲，恁虽然有即款的权利甲自由，请你着爱体谅恁四周围你的兄弟姊妹，较软正的，较无即个财物的。保罗嘛有讲理由，伊讲有一寡人。伊可能一世人，伊拢已经拜偶像拜习惯啦。即摆伊真做基督徒，伊咧看即个拜过偶像的食物，迄个感觉甲你是无共款的，所以伊毋敢食。这是保罗有讲到的哦。那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情况，保罗无讲的。另外一款人。伊是一世人，拢无爱去插着拜过偶像的食物，因为这是旧约的规定，对无？所以当即款人，伊看你咧食的时阵，心内会艰苦，会袂？会惊吓。所以保罗伊要讲的意思是讲，你知影即个情形，你知影有即个财物伫你的脑袋内面。对你来讲，这是无要紧的，这是你的自由，这嘛是你的权利。毋过，当你在实现你在使用你的权利甲自由的时阵，因为你毋是独一个人咧生活，你是伫一个信用群体内面咧生活，你爱去体会、去顾着你其他的兄弟姊妹
姊妹对即件代志的看法。所以你大家去小心谨慎，你毋通将你的自由甲权利，正做别人的托碍。好，这个是咱一般伫看哥林多前书，伫讨论祭拜偶像的物所得到的学习。毋过好，剩剩5分钟，过下这我要阁问另外一个问题。现在咱来思考一个情形：伫保罗的时代，哪一个讲法是强势的？倒一款的主张是较强的？保罗的时代哦，可以吃的较强，还是不可以吃的较强？真的哦，保罗写这篇批是咧骂啥物人？骂哥林多教会的哪一种人？是保罗是在骂认为可以吃的，还是在骂认为不可以吃的？对啊，你们怎么还反而认为迄个说不可以吃的比较强？伫哥林多教会情形，当然是认为会当讲、会当食的较强啊。迄认为袂当食的，走投无路，唔知下杯互保罗求救。有没有听懂我的解释啦？你们现在讲的是台湾呐，我即马是咧讲哥林多教会迄个时代的情形，很明显是认为放心吃的那个讲法比较强，所以保罗才会写信来骂你们这一些恁认为恁有才华的人，恁得爱较谨慎的。你唔通互恁的权利甲自由，成做软正的人的托碍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这是我的理解，就是讲，伫保罗迄个时代，伫哥林多教会的情形，是一群基督徒，因有才华、有神学知识，因较强，因会去压制迄个认为袂当食的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信，针对遐个有才华的人提出提醒，其实是指责。好，若即马咧，过下这伫咱的时代，伫台湾，倒一个主张较强势，是讲会当食的较强势，还是讲袂当食的较强势？嘿呀！其实，在台湾是主张不能吃、不可以吃的比较强势啊，这也是我的观察，对不？所以，咱即马在用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法的教导，用到我们这个时代，各位兄弟，你就不可以这样用了，你就要做一点点调整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保罗其实，各位兄弟，保罗其实在这里不是在教导可以吃或是不可以吃，好，咱要对，叉怎么都先跑出来，咱要对这段经文要学习什么代志，绝对不是在天地讲可以吃还是怎么样，不可以吃。咱若咧读保罗这段经文，搁天地遮伤过可笑，因为保罗根本不是咧讲这。各位兄弟，我认为这段经文保罗是咧讲啥？伊讲基督徒，咱得有这个才华来分辨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。希腊文叫阿迪亚波拉，就是讲什么代志是其实是无遐尼重要的，因为保罗直接讲一句话，伊讲什么话？已经出来。伊讲食米袂当安那，食物袂当互上帝欢喜啦。咱无食嘛呐，无亏损；食咱嘛无利益。所以吃跟不吃，保罗看起来根本怎么样？无关紧要嘛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就是伫保罗来看，虽然你讲会当食会较对啦，毋过嘛无遐重要。
你讲袂当食的哦，惊到要死。保罗嘛是要甲安慰讲，这嘛无遐重要。所以重点，保罗根本不是要坑你吃或是不吃，因为有的时代，有一些时代是认为吃的比较强，有的时代是认为什么？不可以吃的比较强嘛。保罗的重点不是坑你家，那保罗的重点不是坑你家，是要坑你对？是讲，既然这是无关紧要之事，安尼的话，强的安那？强就爱让安那？较弱势。像我们听懂我的意思？我认为这个才是保罗教导我们要看懂的地方。因为保罗今仔在面对哥林多前书上较强。